Bradico。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煲兄，歡迎嚟到煲兄遊戲頻道，煲兄 Game Station， 在下係煲兄。咁今日咧，我又為大家帶嚟咧呢個 Bradico OK， 我哋就開始遊戲啦。咩開頭動畫啊，咩嘢都冇嘅，咁我最中意呢啲啦。開始。好 ，My name is My name is family name 咧就姓商業冇啦。我哋嘅姓咧，我哋就想點啊？做乜啊？好似出現咗啲問題咁喎，所以打唔到中文算，係返回莫應明啊！喂，俾我返回莫應明啦，唔該。得啦，姓商業就姓商業啦，係 family name， 即係第一個名咯。世間點啊？世間有彼此之為半擬嘅生物存在，所以半擬嘅擬為擬利之擬，擬即戰鬥力十分優秀，並擁有比人類更美麗嘅姿態。據說半擬因此而得名，雖與人類十分相似，卻不同於人類。在某些時代，他們被視為神之使者，咪神之神。而備受尊崇，但似乎而家某個時代被稱為惡魔或者怪物，遭人隨棄。為使這樣的他們免遭歧視與迫害，並能與人類共存。一座城市因此而誕生，這是一座被高聳的城牆所包圍，並對人類嘅出入像嚴格限制嘅城市。他們被稱為喜悅的世界。拉格斯海姆海姆，算唔係幫海姆。跟住從豪宅的某個房間中傳出咗正直壯年的男性，將這格拉斯湯姆一番危險的其中一大勢力，自由軍團首領，痛苦的聲音首領就算不是醫生，也很容易看出他已時日無多。黎明，斯郎，到我身邊來。伴隨着痛苦的喘息聲，他擠出了些許話語，少少嘢講啦，係咪先？跟住點啊？喺身旁等候嘅我咧，佢就同樣擁有同埋有着同樣面孔嘅哥哥啦，一同靠近我哋嘅主人身邊，即係我哋而家服侍嗰個咩啊？嗰個首領嘅自己嘅身體我自己最清楚，呢副身體就嚟唔得啦，所以要趁着仲有啲理智，我想講啲嘢。你想講咩啊？你忘記咗幾日之前嚟睇診嘅醫生嘅說話呢？唔准講嘢嘅你嘅病並非絕症，只要能恢復體力，馬上就會治好。而家正是要好好休養身體的時候，就是冇同遺囑，別跟遺囑為言是的即係冇講到好似即係死之前嗰啲遺囑咁啦。唔好意思，我唔想聽大叔嘅遺言啦。你活得長久久，坐喺廊外邊飲茶咩嘅先啱。聽到你嘅說話，首領露出咗一抹寂寞嘅笑容，彷彿在說醫生嘅說話只係安慰啫嘛，佢自己最清楚嘅。喺呢個城市嘅隔離啦，私街區咧 H231地區嘅公寓入邊住咗一對母女，咁女咧
今年應該17歲啦。啊，係佢女嚟嘅，係咪？佢女兒。至今為止，我一直派人監視着，明裏暗裏地保護着他們啦。但係我死咗之後就唔知變成點啦。但係我死咗之後就唔知變成點啦。所以我想拜託你哋保護呢對母女啊，抹去佢哋嘅福力，幫佢哋，即係幫我將佢哋帶嚟這個城市。都唔好俾佢哋同自由軍團扯上關係，真係拜託啦！首領 boss， 他的身體在床上劇烈地掙扎，全身大汗淋漓，從他口中也溢出聽上去有啲奇怪的呻吟。我緊緊地捉住他伸向空中的手，祈禱着能稍稍顯去首領的痛苦。然而，終於我抓住的那隻手一下子失去咗力量，死咗係咪？十分牽手的手，佢突然間增加咗重量，小無聲息地落在了因吸收了汗水而滿是皺褶的床單上。首領，請振作啲啊！首領，我不停地搖晃着他的身體，拼命地呼喊着他，所以毫無反應。沉寂的眼眸中，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裏找不到他掩烏眼眸，眼眸中已經再也映照不出任何東西。boss， 跟住咧，我再次執起他的手，不顧形象地大喊：我不願相信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定是哪裏搞錯了。他只不過係攰到瞓著咗啫嘛。雖然我不停咁樣對自己講，但係緊握嘅手掌已經感覺唔到一絲生氣，所以C郎沉默着，將手擺喺我嘅肩上面。除此之外，他不發一言，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應該講咩好啦。突然間就諗起點樣喘氣，呼吸不自覺咁樣變淺咗，下腹重到要命，哨子乾得冒火，嘔心得想嘔，係嘛？我從身體嘅反應領悟到不可挽回嘅事情發生咗，不想相信，不敢正視。可能嘅話，我想移開視線。食壞肚啊，應該係，但我同C郎都明白，眼前呢個人嘅生命已經消逝，無論點做都冇辦法挽回。我用緊握嘅拳頭不停咁樣捶打床單，不僅僅是一次，又捶打咗第二次、第三次。我不斷咁樣捶打着，想要將空中嘅悔恨，將那強烈嘅焦躁驅散。C郎乜嘢都冇講，只係咁一言不發，乜都冇講咁樣睇住我癲。跟住咧，萬里無雲嘅夜色甚是少見，繁星佈滿咗天空。好似好耐冇見過咁嘅星星啦，係咯，光害好嚴重咯，係咪？明明係咁樣嘅夜晚，點解天空咁澄靜嘅？明明知道點解天空咁澄靜，因為宇宙係真空嘛，真空傳播唔到聲音，所以咪好靜咯。明明知道今天之後仲有好多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身體卻不停使喚，失去咗曾在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嘅重要之物嘅失落感。睇主角好重視首領以及取代之所流入心間嘅絕望感與空虛感，讓我無法動彈。不忍見我就這樣沉默地仰望着星空，C郎終於開咗口。
他一邊看着身旁的我，一邊用一如既往嘅開朗，卻明顯無精打采嘅聲音問道：那麼今後該怎麼辦？夜風吹過我們之間，我並沒有回答C郎的問題，我就這樣低着頭，但且傾聽着同樹葉互相摩擦嘅聲音。他就好似為我咁樣嘅我擔憂喎，但另外一方面，佢又好似催促咁樣講。首領都講咗啊嘛，有一對想要帶到城外去嘅母女去揾佢哋嗎？C郎冇問嘅必要，答案係理所當然嘅，係咯。首領最後嘅願望我一定要實現。我將視線轉向佢，用堅決嘅語氣回答道：去揾嗰個母女，嗰對母女啊！但係唔係為咗帶佢哋離開呢個城市。聽到個回答，C郎睜大了雙眼。你咁話係咩意思啊？將佢帶嚟呢度，唔係首領遺言咩？打算違反命令咩？你應該都明白，叛意係遵從於血嘅時代。使呢個組織得以長存嘅係首領容坤大人嘅傳。如今佢都唔喺度啦，組織嘅瓦解只係時間問題，要快啲揾到下任首領。的確係咁，但係你打算點做啊？唔通你打算從 NED 中搜羅血統純正，搜羅啲血統純正啊，有領導場可以。人種咧就溝得越勁就嗰個人就越勁㗎，人咧越純種咧就越蠢嘅，所以那些家伙咧，如果咁講好話就好啦，但係嗰種家伙嘅話，我都冇必要同佢哋打交啦，唔算。喺臨終嘅時刻，首領拜託我哋嗰種事，因為係點解咧？唔係為咗自己辛苦建立嘅組織。自由軍團嘅時候，亦都唔係因為呢座城市永久和平。點解要狂練唔該我哋同我哋無關嘅母女嘅安全呢？點解呢？對於我嘅疑問，C郎顯得興味索然，佢唔喜歡呢種迂迴嘅對話。不久，他聳一聳肩，隨意地答道：一般嚟講，咪就私生子之類嘅嘢咯。因為唔想讓佢哋捲入 NED 嘅糾紛 ，NEDE 所以先一直瞞住我哋嘅。所以，我想法同你一樣，亦即係話，我係女兒，一定繼承咗容坤大人嘅血脈。主角聰明。聽到呢個說話，C郎嘅面色變咗。喂，等一陣，ちょっと待て，まさか。對於呢個問題，我靜靜地點了頭。既然已經有第二個辦法可以擺脫局面，到而家名望本身只不過係浪費時間啫嘛。即係而家你揾佢嘅女嚟到繼承佢，係咪？咁樣落去，自由軍團嘅瓦解就只係時間問題。所以係為咗讓我哋自由軍團唔瓦解咧，我哋必須要揾佢女嚟到做繼承者咯。第二個區域係咯，佢咁講就係唔想讓佢遭到危險咯。但係而家冇繼承人喎。係咯，NED已經掌握咗嗰對母女嘅下落，無論點都好，佢哋都暴露於危險之中，所以而家要保護佢哋係嘛？聽到我回答，C郎眼中露出責備嘅神色。你打算違背首領嘅命令咩？而且仲係本人去世之後，C郎嘅心情我能夠理解。佢唔中意將普通人捲入爭鬥中來。
佢認為沒有必要將嗰啲無需爭鬥別人生存嘅人們特意捲入呢個世界，十分合理，但係無可非議嘅意見。但係呢種係無法跨過這道障礙。希望佢自己應該都好清楚呢件事，更何況首領所期望嘅係格拉斯姆海姆嘅安定。為此，我認為稍違反這命令都係逼不得已嘅。我覺得佢緊張嗰對母女多啲咯，跟佢嘅語氣。我仰望着漂浮在半空中如利刃般嘅明月，用平靜而決然的語氣宣布：我宣布，我要和贈花比賽咁樣一朵冰花。我要讓首領的女兒冇得講普通話，我要讓首領嘅女咧就擔任自由軍團下屆首領。哇！庭院中搖曳的樹木發出沙沙的響聲，那不安的雜音都好似為我哋前途擔憂一般。係咁嘅。商業。嗰個咪見澤天使嗰個女主角，嗰個係個好女主角嚟嘅，不過好早死咯。呢個商業唔係都好早死啊嘛？我見到都幾得意喎。我雙手提着購物袋，就在通往自家公寓的路上。從學校回家路上，順便去市場買嘢，已經成為咗每日慣例。唔通就係嗰對母女，嗰個女17歲嗰個女。媽媽為咗撫養身為獨生女的我，日操夜勞錯咗，日夜操勞，竭盡全力地工作着。所以咧，好似咁買菜咧，同埋準備晚飯嘅嘢咧，就係成為咗我嘅任務。數路已經破損嘅街道兩旁，聚集着目露凶光的人們。他們一邊咀嚼着口中的煙草大麻，一邊將視線投向這邊。哎唷，遇到古惑仔啦！這個城市格拉斯湯姆治安並唔好，走啦喂！聽講呢個城市原本係為咗測試貝爾呢種非人嘅生物係咪可以同人類共存而建造嘅。既然創建呢個城市理念係高尚嘅，但聚集喺呢度嘅人並非都抱住同樣嘅理想。喺外遭受人迫害嘅叛意之中，有好多因為要參與犯罪同無法謀生而流落至此，其中也不犯非法收集武器同資金，成立類似匪幫組織嘅叛意。我盡量唔同佢視線交匯，加快腳步，緩加執行。爬上鏽跡斑嘅鐵製樓梯，我正要從口袋中攞鎖匙但係門冇鎖，俾人偷嘢。唔通媽媽翻咗嚟都閂門啦，咁樣諗住，我握住咗把手，打開咗門，這時，一瞬間我以為自己走錯咗房間，屋內一片狼藉，台俾人翻咗喺地下。原本套喺梳化上面嘅梳化套，被整得亂七八糟。媽媽中意嘅窗簾都扯咗一半，唔似樣咁樣垂咗落嚟。四周圍殘留着打鬥嘅痕跡，地氈上面都留住幾個腳印。唔理點睇都好，呢個都好唔尋常。係俾小偷偷咗，定係？好啦，我哋今日條片咧拍到呢個位置啦，多謝大家收睇啦。今日咧呢個嘅呢個煲興嘅普通話頻道啦，佢開咗個新嘅系列啦，叫伊甸園啦。大家如果識普通話嘅話，都可以去睇下嘅。咁我而家傳下檔先，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